来讲，侨委会对明年开始会针对军公教的人员常态化、制度化来查核查公看敢有这个中国的证件，也这站是引起争议。政府清查军公教是毋是有中国身份证等证件？应该测级的627000多人，超过99%完成测级。因为侨委会明年元旦开始会进行常态化、制度化的查核机制，所以传出每半年查核一届，引起讨论。对这代志，侨委会正式回回。以后呢，除非是新任或出任的公务人员，他本来就要做人事的全审作业，才需要查核，其他人都是不用经常性的这个查核。侨委会讲，军公教的人员有中国证件查核，敢若伫新任也是职务变动的时阵，才会配合人事填写调查测级书，毋是半年查核一届，是每半年会会诊一届办理的情形。如果是他在刚入职的时候，因为其实我们到一个学校去都会缴交一些资料，然后填一些表格。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行政措施，基本上不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困扰。政府不要一直把公教、军警教这些人当作敌人的，这必然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嘞，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支柱嘞。军公教这团体看法无共，有的感觉若是敢若入职的时阵做一届调查，还佫会当接受。不过，也有团体认为，政府为军公教年改，搁到中国证件的查核，拢无把军公教当作建设国家的优盘。政策应该爱做检讨，不过侨委会讲，一切依照规定办理。记者采访报道。